呢幾日最爆嘅消息就一定係有富四代之稱嘅鍾培生求婚嘅片段啦。鍾培生突然間公布爆炸性嘅消息，因為雖然佢以前有成10幾個嘅緋聞女友，但係最新嘅女友莊雅婷其實從未曝光過，冇任何嘅八卦雜誌或者媒體影過，所以今次佢突然間向莊雅婷求婚成功，呢個封盤嘅消息真係令到全城討論，相關嘅片段亦都火速咁樣被瘋狂轉載，直衝熱搜啊！咁到底佢嘅未婚妻莊雅婷係邊個嚟呢？點解會迷倒鍾培生呢？今日就等巴大威同你一一拆解，一齊分析到底莊雅婷係邊位呢？首先，莊雅婷其實佢唔係80後，亦都更加唔係90後，而係2000後啊！佢千禧世代，立正2000年出生嘅小朋友。佢呢表示佢對國家嘅情懷其實嚟自父母師長嘅教導，所以佢由細到大都係一個愛國嘅家庭。佢話佢好明白中國人嘅今日嚟之不易，亦都話啦，有國才有家，所以佢覺得為民服務、為國為港效力就係佢嘅使命同埋責任啊！所以佢係出身一個愛國嘅家庭。咁但雖然話佢一家大細熱愛中國，又唔代表佢從小就只係喺中國入邊生活。其實佢呢細個就已經周遊列國啦。由佢嘅 IG 度咧，我哋都可以睇到佢有去日本、韓國等等嘅亞洲地方啦，亦都有衝出亞洲去到西班牙、法國、英國，甚至乎美國。所以雖然話佢好愛中國，但係唔代表佢冇見過世面，只係喺中國入邊生活嘅。而除咗由細到大就周遊列國之外，其實佢都係一位超級學霸，好讀到書嘅才女嚟噶。佢咧細個咧就喺香港嘅國際學校入邊讀書，中學咧就讀啟思中學。佢喺2018年入邊咧就完成咗呢個國際文憑課程，亦即係俗稱 IB。之後咧佢就同時間收到2間大學嘅 offer，而特別咗咧就呢2間大學咧唔係普通嘅香港大學同中文大學咯，而係嚟自2個唔同國家嘅大學。一間就係英國倫敦嘅名牌大學，呢間就係北京大學。同時間咧都錄取咗佢。咁當時佢就要做一個取捨啦。頭先我話佢都曾經周遊列國嘅，佢後來嘅訪問咧就有講到啦。佢去到英國嘅時候咧，被搶劫喎，咁就發現喂，其實英國都唔係真係咁發達、咁安全、咁理想啫。咁呢個其中一個小小經歷就令佢決定最後唔去英國嘅倫敦名牌大學讀書啦，而係選擇咗去北京大學度就讀。佢咧入讀咗政府嘅管理學院，而兼讀咗光華管理學院雙學位，開始咗呢個北上愛國之路。當時咧，鄧炳強亦都係一次嘅公開嘅活動致辭入邊咧，大讚佢選北京大學而唔要英國大學咧係棄暗投明嘅做法。佢話佢有親自了解祖國嘅發展，而咧莊雅婷其實北京大學畢業之後咧，亦都翻返嚟香港，再埋 Hong Kong U 香港大學入邊咧繼續攻讀佢嘅碩士。咁所以可以係話名副其實嘅才女學霸。而佢喺北京大學讀書嘅時候咧，其實佢就話咧令佢大開眼界。佢話喺北京大學入邊教授課程嘅老師咧，往往都係國家相關領域嘅專家，而且喺北京嘅學習生活入邊，佢都可以透過接觸到內地唔同省市嘅同學，了解到唔同嘅文化同埋思想，更加了解國家。要大讚國內科技好先進啊！佢舉咗個例，
就話啦，嚟佢搬宿舍嘅時候呢，可以落單揾幫你收拾或者幫你搬運嘅專員，甚至乎會有陪你返屋企嘅應用程式。咁確實呢啲 app 喺香港亦都真係唔常見嘅。咁所以呢，佢就覺得，咦，原來祖國好先進，好好。佢話科技同埋生活智慧都走到好前啊。咁所以呢，佢係非常之咁認同呢個祖國嘅。咁當然啦，佢後來咧亦都喺內地嘅傳媒嗰度咧都表達過啦。佢疫情期間咧，其實曾經休學咗1年，返香港抗疫嘅。咁喺期間咧，又認識咗好多名嘅社區幹事，亦都有向當時喺疫情入邊嘅求助家庭咧派送物資，亦都疫苗嘅接種站去幫手，響應咗立法會議員何君堯等人嘅號召，去人手最緊缺嘅護老院服務添。自此之後，佢喺2021年呢就開始擔任民建聯劉國勳嘅助理。2022年呢就正式加入青年民建聯。而2024年嘅1月呢，當時佢只係得23歲嘅啫，佢就獲香港政府委任為西貢區區議會議員，係當屆入邊咧全港最年輕、最後生嘅區議員，亦都成為咗青民嘅副主席。咁咧，佢獲得政府委任為西貢區議會議員之後呢，佢其實咧亦都更新咗佢嘅個人利益登記冊。佢申報咗佢其實咧喺國企入邊任職過喎，例如招商能源運輸香港有限公司。不過咧，佢就冇寫到佢嘅工作職位，但係咧，佢表示佢曾經任職國企。咁所以咧，佢其實既愛國又愛港，係一個熱愛政治嘅女孩子嚟㗎。不過當時當然啦，有最年輕區議員嘅稱號，咁但係其實好快大家可能都唔係好記得佢嘅。咁但係點樣再爆出嚟呢？其實就嚟自於佢參選港姐啦。佢除咗喺政界入邊發展表現活躍之外咧，莊雅婷亦都曾經報名參加2025年香港小姐競選，同埋現身首輪嘅面試。當時咧，佢向傳媒就自稱 Angel， 亦都派飲品俾啲記者啊，真係好識做，好識氹人啦。不過佢嘅區議員身份咧就惹嚟外界嘅質疑啦。大家都話吓，你咪做區議員嘅咩？點解你能夠可以同時間參選港姐咁得閒嘅？你咪真係可以兼顧職務啊？當時咧，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咧亦都強調啦，佢話雖然佢尊重個人嘅意願，咁但係佢亦都提醒區議員咧一定要遵守履行職責監察制度嘅指引嘅要求，唔可以影響公職㗎。咁所以咧，喺龐大嘅壓力之下咧，莊雅婷最終咧都喺佢嘅 IG 上面發表千字文，宣布退選。佢解釋咧，參選源於1+1大於2嘅理念。佢話啦，覺得區議員身份咧同港姐競選咧其實可以互補啊。佢透過選美呢個極具曝光率嘅平台，可以更加有效咁推廣地區工作，達成1+1大過2嘅效果。咁事實上亦都真係喎，佢參選港姐咧，令到佢知名度大增。當時咧都有好多人讚佢靚女啦，或者話佢大熱嘅。咁但係當然係咪1+大於2咧，就係視乎於佢嘅工作啦。咁好明顯，佢政黨亦都唔贊成呢個概念啦。佢咧事後亦都有坦言啦，佢話咦，社會接受嘅程度同佢設想有差距，所以佢最尾為咗保護區議會嘅形象，同埋唔希望事件令到觀眾嘅觀感產生負面影響，所以佢就決定退出啦。咁退出咗之後，其實都叫做沉寂一排啦。除咗年頭嘅時候喺呢個安全帶立法嘅時候，佢拍過一段攬安全帶嘅片，再爆紅之後呢，其實期間都唔係咁多消息嘅，直至鍾培生喺淺水灣嘅大閘邊向佢求婚，先至真正爆紅。咁大家都知啦，鍾培生就用咗進擊的巨人嘅場景，
由30米嘅高處吊威也降落，向住着黑色連身裙嘅莊雅婷下跪，同埋讀出愛的宣言。所以莊雅婷一正式成為咗鍾培生嘅未婚妻啦。咁至於點解鍾培生會用《進擊的巨人》呢個動畫嚟做求婚嘅背景呢？到底有冇啲咩玄妙呢？有機會我哋都係再同大家探討下嘅。希望大家透過今日嘅影片，可以認識多啲鍾培生呢位未婚妻未來嘅鍾太。有咩意見亦都方便隨時留言討論。我哋下次見啦，拜拜。